来甲镜头刷转来台湾，有民众替朋友到睡厝的所在要摕物件，想要到门一个拍开，竟然有3份人伫咧内底。上憾的是，这个3份人讲，伊是来摒扫厝内的，然后就甲这个民众杀出去，将门关起来锁起来，伫咧内底嗷嗷大困。这件事发生伫咧新北市的三重埔。 警消接到通报，赶到场，把这个铁门撬开。原来这个就是当地上届互人头疼的人物。警方是用侵入主体罪，甲移送法办。来往上拉。出动工具，真侪消防人员做伙将一盏一盏的铁门甲撬开。费真大功夫，总算成功将门拍开。租客朋友徛伫边，有够紧张，因为有7份人困伫厝内。你知道你家犯什么罪吗？先告知你啊！原来眼前的这个查甫人是真长手，看到套房铁门无关，都当作是家己厝，共行入去，直接倒伫面床顶嗷嗷困。我也想讲嘛，讲无人啊，讲有人啊，警察讲有人啊，有听到声。 就伊手扣去落去楼，我对楼落去楼，我较认者。家庭占病康的代志，都发生伫1个月15号，新北市三重埔正义南路。根据了解，租客是来台湾读册印尼人，因为暂时等于印尼，请朋友等于租厝的所在摕物件。想要到一开门，就看这个41岁姓陈的查甫人伫咧困。印尼的朋友甲问讲：“你是啥？是安怎伫遮？”姓陈的查甫人竟然甲应讲：“我是来斗相共摒扫，佮将印尼的朋友赶出门，将门锁起来。”本案没有财物损失，全案讯后。 将犯嫌依侵入住宅罪移送新北地检署侦办。平常时有路无厝的伊，嘛是辖区内互人真头疼的人物。这边又佮将铁门的广告当作无看，刚走入去面体内底，又佮互警方以现行犯佮逮捕。一声敢来当踮伫家角内底，呼呼啊唤声。Hello， 我是庄慧琪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